琴日專程開車去到羅定平塘，去到封神嘅直播間啊，同埋廣東雲浮小路一齊客串咁出鏡，係因為我接下嚟準備直播啦嘛。特意過去啊，諗住學下經驗咁噶。講真啦，第一次出鏡真係緊張到腳都震埋，係真我腳都震埋啊！因為驚講錯嘢啊嘛，好多規矩嘅。好似嗰啲感覺就好似我一開始拍視頻咁樣啦，一切都未知嘅，就好多顧慮，但係始終都要走出第一步嘅。因為我返鄉都有大半年啦，光係拍視頻呢，收入係不足以支撐生活嘅，後期始終係要變現噶嘛，係咪？咁咪要直播咯，同大家傾下偈又得，係咪？宣傳下嗰啲家鄉嘅農特產品啊，咁樣。後續我會係繼續一邊拍視頻，分享我直播遇到嘅困難啊，同埋記錄呢個過程嘅。如果想做自媒體嘅朋友，可以關注我，提前幫你哋踩坑避坑。最後亦都多謝全網4萬粉絲，多謝你哋一路以嚟嘅支持。我都會繼續加油，一步步咁腳踏實地咁行落去。